州市首條快速公交中山大道快速公交 BRT 自延線工程進入實施階段，今日正式動工。陳寶強報導。中山大道快速公交自延線西起天河路，東至黃埔區下園，設計全長22.9公里，全線規劃路寬60米。路中央設雙向嘅兩條 BRT 公交專用道，到車站處就增加為雙向4車道。上台之前會把那個道路先擴寬，等於是在站台處先修站之前是擴路而建的，所以在整個施工期間都可以保證雙向6車道。沿線採用路中側式站台方案，售票同檢票喺站內完成，乘客通過人行天橋抵達路中嘅站台上車，咁既安全又快捷。全線會喺天河體育中心、崗頂、華景新城等人流密集嘅地方設置26對車站同36處嘅過街設施。大概每800米左右就會有一個車站。設計人員表示，公交車專用道設喺路中間，將大大減少其他車輛對公交車嘅干擾。自延線實施後，沿線將減少10處無信號控制路口，7處信號控制路口工程，公交車嘅車速可以明顯提高。中山大道交通擁堵嘅狀況將會得到改善。公交車的車速根據我們的測算是現在是10公里每小時嘛，將來起碼可以到20公里每小時。中山大道快速公交 BRT 系統工程預計明年年底就會建成通車㗎啦。咁市政部門提醒啦，喺施工期間沿線嘅公交站點同埋過街設施會作出相應嘅調整㗎。咁近期市民要密切留意公交站點發布嘅交通指引。貴州電視記者陳寶強報導。廣州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對 BRT 系統建成後嘅營運管理做咗科學合理嘅設計，以及相關項目嘅工程師就 BRT 系統嘅線路組織同埋票務系統等問題作出解答。繼續由陳寶強講下。設計方表示，中山大道 BRT 快速公交系統係喺借鑑國內外成功經驗基礎上設計㗎，計劃會有44條線路嘅公交車全部進入專用通道上落客。而個別唔喺 BRT 車站上落客嘅公交車可以借道行駛。BRT 專用道除咗公交車之外，只允許執行緊急任務嘅消防車、工程搶險車、救護車通行。咁其他包括軍警在內嘅車輛都唔准進入。車站站台設計為雙向4車道，公交車入站實行間隔錯站停靠。咁靠站時唔會影響其他公交車嘅通行，並且可以減少車站排長龍嘅現象。BRT 建成後，各快速公交線路使用嘅車輛暫時仲係現有嘅車輛，短期會向大容量嘅車型過渡。而票務系統方面亦學習國外，初定 BRT 實行全線固定票價，站台內免費換乘，乘客入站後可任意乘坐站內嘅所有停靠線路，無需重新購票。票卡採用羊城通卡，同時保留人工投票方式，以兼顧非經常性嘅客流。為咗加強 BRT 同軌道交通嘅協調整合，BRT 將同多個地鐵站實行銜接，其中石牌橋、崗頂、車陂等3個換乘站隨自延線建設同步建成，而雙江、廟頭、下園等3個站將結合地鐵建設計劃實施。除咗有地鐵換乘之外，設計方仲考慮喺 BRT 沿線嘅天橋底設置多個自行車保管站啦。建成之後將可以一次性提供近5000個停車位，方便乘客換乘㗎。貴州電視記者陳寶強報道。2009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筆試今日喺北京、上海同廣州等地開始。全國77萬多嘅考生當中，最終只係得13000幾人能夠獲聘，錄取率係低到1.75%，係近年嚟